行老老咧。明仔载开始一直到后礼拜，会一天比一天较温暖。今仔日离下港的高温就来到32度，爱注意的也是温差大，阴早暗较凉冷。这个天气温暖，春天来了。阿里山的沙窟啦，这个樱花季嘛开始了。32种品种的沙窟啦，随着花期陆续来开花。目前阿里山的樱王开3成，讲到3月25就会大开，3月底大岛樱接咧开，4月换高山樱来开花。再加上有阿里山的小火车长嫩其中，讲迄个景是有够水。白中带粉，花开到够水。阿里山的樱王开花啊！虽然目前敢若开3成，也不过已经有够水啊！阿里山樱花季开始啊，随着樱王开花，园区内面的东家樱花嘛陆续开花啊！阿里山的樱花的品系总共有32种，这在全国可能是应该是最多的哈。小火车经过樱花拿，画面真正真梦幻。伫东京樱花开花后，3月底有大岛樱，4月份有高山樱、普贤樱等等。虽然目前园区内樱花也未完全开，不过依然有真侪游客去赏花。大家期待樱王召开的时，差不多会伫3月25。整个阿里山的花季，即日起到4月初10的期间，正是春暖花开，即马上阿里山会使好好啊赏花放松心情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